我研習家居風水、民間氣場數十年，走勻香港港島唐樓、九龍居屋、新界私樓同村屋，無數個深夜收到街坊求助，個個都講同一個情況：夜晚開燈入廳、入廚或者入洗手間，牆面、窗台、櫃邊忽然見到一隻壁虎，第一反應即刻驚到彈開，隨手拎掃把大力揮趕，仲有好多人直接噴殺蟲水。務必要將呢隻小生物趕出屋，甚至直接殺死。好多人從細到大聽長輩講，壁虎係五毒之一，見到就代表屋企有衰氣、有陰燭煞。今日我憑住幾十年落區睇宅，同長輩民族傳承累積落嘅心得，一次性拆穿呢個延續幾代人嘅錯誤誤解，話俾大家知，屋企毫無預警之下突然出現壁虎，從來唔係不祥之兆，反而係靈性小生物專程登門，帶住關乎全家財運、是非健康、貴人運嘅重大預示。隨便大力驅趕、傷害壁虎，等同親手將送上門嘅福氣、化解災難嘅機會、即將到來嘅財源通通推走，後續容易出現收入停滯、是非口舌不斷、家人小病小痛纏身、借出去嘅錢有去無回，各種煩心事。今日唔講空泛玄學理論，唔賣任何法器符咒，淨係用香港人日常屋企會遇到嘅真實個案，本地流傳幾百年嘅民俗典故，搭配現代家居氣場邏輯，順住節奏，由壁虎本身嘅靈性底蘊，點解佢會揀你屋企登門？突然現身暗藏嘅4層重大好事，壁虎停留唔同屋企區域，分別對應嘅運勢轉機，街坊最常犯嘅驅趕禁忌，想安心共處嘅溫和處理方法，逐層拆解，全程貼合香港唐樓、平房、兩房、三房、居屋、1000尺豪宅、鄉村村屋各種居住環境，句句淺白口語。聽完返屋企再見壁虎，唔使慌張驚恐，懂得接住呢份送上門嘅吉氣，順勢調整屋企格局，催旺整年家宅福運。首先要同大家徹底糾正流傳多年嘅巨大誤區，好多香港街坊細個聽屋企長輩閒聊，將壁虎劃入五毒之列，覺得佢身上有毒，爬到人身上會惹禍。其實無論係古籍記載、生物常識，抑或是風水氣場角度，呢個講法完全站唔住腳。古人從來唔係將壁虎歸為帶毒招災之物，反而賜予兩個充滿吉祥寓意嘅名號，一個叫守宮，守即守護，守住宮就係你每日起居生活嘅屋宅。顧名思義，壁虎天生係負責鎮守全屋氣場，守住屋企積蓄，阻擋外部陰煞入侵嘅靈性守護者。另一個民間雅稱叫做小五爪天龍，皆因壁虎可以毫無障礙攀爬牆壁、天花板，行動輕盈靈活，好似龍騰於屋宇之間。龍本就主貴人、主財祿、主興旺，但凡天龍願意踏足嘅居所，必定係氣場平和、陽氣有底蘊，先值得靈獸駐足停留。再講大家最擔心嘅毒性問題，壁虎本身無任何毒腺，皮膚、排泄物、尿液全部無毒，天生極度怕人，遠遠聽到腳步聲、燈光晃動就會即刻鑽入牆縫、櫃底隱藏，絕對唔會主動靠近人類，唯有俾人死死捏住，完全無路可逃嘅時候，先會輕微咬一下自保。牙齒細到無法刺穿成年人皮膚，頂多留一點淡紅印，清水擦拭兩下就完全消退。細路同屋企寵物只要唔主動伸手捉，唔刻意追住把玩，半點風險都唔存在。反而壁虎係屋企免費驅蟲幫手，一夜之間可以捕食幾十隻蚊子、曱甴、飛蛾、潮蟲、蜘蛛。呢類蟲類本身就屬於風水裏面嘅逐蟲煞，大量滋生會擾亂全屋平和氣場，誘發家人皮膚敏感、睡眠不安、廚房食材受污染。壁虎留低一日就會自動清理屋內大半蟲患，減少化學殺蟲水使用，唔使擔心藥劑殘留，刺激老人家同小朋友呼吸道。單單呢一點就足以證明壁虎登門係為屋企清除
陰燭雜煞，點會係招禍不祥之物？好多街坊會疑惑，香港大街小巷咁多單位，唐樓一層幾十間揀房，居屋一層10幾伙，點解壁虎偏偏揀你間屋，突然現身，唔去隔離鄰居屋企？呢度就要講透壁虎獨特嘅氣場感知能力。呢種小生物對空間內嘅陰陽氣息、人嘅情緒磁場敏感度遠超人類想象。世間所有靈性小生物都有共通特性，厭惡長期充滿戾氣、陰濁淤塞嘅空間。但凡一戶人家日日夫妻為金錢生活瑣事大嘈大鬧，親子之間長期冷戰指責，屋企各個角落堆滿舊衫、紙皮、廢置雜物，廚房洗手間常年積水發霉，垃圾幾日唔倒，全屋到處彌漫負面怨氣同潮濕濁氣。呢種居所就算窗外蟲類再多，壁虎只會停留外牆，絕對唔會踏入室內半步。唯有一家人平日相處包容平和，遇事少抱怨少爭執，屋企日常有定時清潔通風，唔會任由雜物堵塞聚氣角落，整間屋陽氣流通舒展，無厚重陰濁語氣，先會吸引壁虎專程入屋。換句話講，壁虎毫無預警登門，第一層隱藏信號就係你屋企近排整體氣場已經由亂轉順，累積多時嘅負面情緒，淤塞濁氣慢慢消散，家宅具備承接福氣、財運、貴人運嘅基礎條件。好多街坊忽略屋企氣場同萬物靈性嘅關聯，單純見到壁虎外形覺得驚人，忽略佢登門背後代表嘅正向轉機，隨即做出大力驅趕嘅舉動，等同主動破壞剛剛修復完成嘅平和氣場。原本即將到來嘅各種好事，會因為呢個舉動延遲甚至直接消散。幾十年間，我遇過無數類似真實個案。旺角一間2房居屋女戶主，獨自養大細路，做文職，人工唔高，每個月剛夠生活，儲蓄永遠存唔到5000蚊。夜晚廳間牆身出現一隻壁虎，佢當場拿滅蟲噴霧對準噴，將壁虎驅走之後，連續3個月遇到公司績效扣人工，細路頻繁發燒，看醫生，屋企冷氣突然故障，要花大筆維修費。後來我上門睇宅，見到客廳財位堆滿雜物，全屋窗戶長期唔打開通風，空間陰氣偏重。同戶主解釋，壁虎登門本來係幫佢化解近排即將到來嘅財運耗損，同時預示有舊債可以收回。結果佢驅走壁虎之後，不單止冇收到拖欠半年嘅債款，仲多出各種無謂開支。戶主聽完先後悔，當時太心急，唔識得接住吉兆。後來按照我教嘅方法清潔財位，每日定時通風。過咗2個月，再次有壁虎入屋，呢次佢唔驚唔趕，任由壁虎自由活動，不出10日。失蹤多時嘅朋友主動上門還錢，公司亦通知調升底薪，每個月可多存幾千蚊積蓄。呢個個案足以講明對待壁虎嘅態度，直接影響隨後屋企一整年嘅運勢走向。從民族諧音角度再深入拆解，壁虎2個字連讀落來，暗藏避禍、避福雙重含義。避禍即為幫屋企一家人擋走近排即將出現嘅各種細碎災厄，避福就係為全家招來福氣安穩。好多人忽略一點，靈獸登門從來唔係無緣無故，多數係察覺到居住者即將面臨是非口舌、小意外、小病痛、金錢糾紛、各種輕微煞氣，專程登門鎮壓化解，減輕後續厄運帶來嘅影響。有時甚至直接將災禍完全抵擋於門外。好多街坊回顧自身經歷，都會發現一個共通規律：見過壁虎之後，本來即將發生嘅麻煩事會無疾而終。原本約好嘅爭執、容易發生嘅交通小意外、預感會虧損嘅小投資，全部中途出現轉機，平安度過。上年屯門一戶經營士多嘅夫婦，夜晚鋪頭後屋廚房窗台出現壁虎，本來第2日要同供應商因為貨款產生激烈爭執，仲有可能牽涉簡單官非。兩夫婦聽鄰居勸告，唔去打擾壁虎，任由佢停留1晚，
第二日供應商主動讓步，調整還款期限，唔單止冇發生爭執，後續仲提供優惠貨價，士多營業額持續上升。夫婦專程過來同我分享呢件事，先明白壁虎前一晚登門就係提前預示，可以化解金錢是非。若當晚心急將壁虎驅走，極有可能第二日雙方撕破臉，損失額外金錢同長期合作機會。呢種透過壁虎傳遞避禍信號嘅情況，係我落區睇宅最常見嘅吉兆之一。唔分打工一族、小生意人、自由職業者，亦或是退休長者，只要屋企突然見到壁虎，代表身邊潛藏嘅各種細微厄運有機會被化解。千祈唔好因為一時驚慌，錯失上天安排好嘅化解契機。講完避禍避福底蘊，接下來就要拆解壁虎突然登門最核心、最多街坊最關心嘅重大預示，亦即係財運格局即將迎來明顯轉機。不論係穩定正財、遲來舊債、意外橫財，貴人介紹嘅新收入渠道都會陸續有跡可尋。古人將壁虎定名守宮，守字最大作用就係守財。但凡守宮自動登門，代表屋企財富即將打開，淤塞多時嘅財氣通道會重新暢通。好多香港人長期陷入一種惡性循環，每日捱更抵夜返工，打理生意，收入看似穩定，但每個月錢到手唔知唔覺就全部洗清，總有各種突發開支消耗積蓄。歸根到底就係屋企財氣淤塞，財富封閉，留唔住錢。壁虎靈性敏銳，能夠察覺財氣淤塞嘅位置。登門之後，會透過自身靈氣疏通全屋財氣脈絡，令後續收入進帳順暢，同時減少無謂零碎破財。分開幾種唔同層次嘅財運轉變，逐一講解。平時靠固定人工為生嘅打工街坊，見到壁虎之後，短期內容易收到上司認可、臨時加班津貼、年終額外獎金、調升底薪或者轉崗高薪崗位，仲會有前輩貴人主動牽線，介紹收入更可觀嘅兼職或者新工作機會。做小生意、開餐廳士多、地產代理、裝修師傅一類靠客源維持收入嘅朋友，壁虎登門代表客源會明顯增多，熟客自動轉介新客，長期流失嘅舊客戶重新回頭，訂單、生意單源源不絕，營業額逐步上升。以往囤積嘅滯銷貨品亦會快速清走，減少庫存資金壓力。仲有一類容易被忽略嘅財運，就係拖欠多時嘅舊債。好多人借錢俾親朋好友、合作夥伴，一拖幾年，完全唔抱收回希望。壁虎突然現身屋企，代表欠債人近排會主動聯絡還款，或者透過第三方調解，順利拿回屬於自己嘅金錢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各類輕微橫財、抽獎中獎、退稅補貼、親友贈與、意外補償，各種唔預期嘅額外收入都會陸續出現。我多年來接觸過大量個案，觀察到清晰規律。只要見到壁虎之後，唔打唔趕，維持屋企乾淨通風，半個月至3個月之內，絕大多數家庭都會感受到收入層面嘅正向變化。相反，一見到就大力驅趕、噴藥傷害，原本即將到來嘅財源會直接截斷，繼續維持賺多少使多少，存唔到積蓄嘅舊格局。除開財運同避禍兩大核心吉兆，壁虎毫無預警登門，仲暗藏另外2層關乎全家嘅重要好事。一層係人緣貴，人運全面提升；另一層係全家身體健康趨於平穩。先講貴人人緣，風水裏面靈獸龍類向來主貴氣，壁虎作為小五找天龍，入屋就等於貴氣隨之入宅。近排生活工作上容易遇到願意出手相助嘅貴人，打工一族會有上司前輩，客戶睇到自身付出，願意提供升職加薪、資源扶持。做生意嘅朋友會遇到實力雄厚嘅合作夥伴，減少創業經營路上嘅阻礙。日常生活裏面，親友鄰居亦會多體諒包容，少咗人際間嘅冷戰爭執背後是非。
以往容易得罪人、遭人閒言碎語嘅情況會大幅減少，人緣變得順和，無論做任何事都少阻力、多助力。再講健康層面，壁虎專門捕食攜帶細菌、滋擾睡眠嘅各類蟲類，清除屋內蟲患同時，驅散引發家人身體不適嘅陰軸蟲煞。長期屋企蟲患嚴重嘅家庭，小朋友容易皮膚生濕疹，半夜被蚊蟲咬到瞓唔好，老人家容易呼吸道敏感，反覆感冒。壁虎留低之後，蟲患大幅減少，空間陰軸濁氣逐步消散，家人睡眠質量提升，小病小痛，發作次數明顯減少，體質慢慢變得穩定。仲有一點容易忽略，陰軸蟲煞長年累月堆積，會令屋企人容易情緒低落、焦慮煩躁。壁虎帶來嘅陽性靈氣可以平衡空間陰氣，屋企人性格變得平和開朗，少負面抑鬱情緒，家庭氣氛和睦融洽，親子夫妻之間爭執大幅減少，一間屋少咗戾氣，多咗平和，運勢自然步步向上。呢4層由避禍、招財、旺貴人、穩健康組成嘅重大好事，就係壁虎突然登門。真正要話俾你知嘅核心大事，唔單止單一層面改善，而是由人際、金錢、健康、厄運化解，全方位調整家宅氣場。呢份上門嘅吉兆，實在唔應該隨意驅趕破壞。好多街坊會好奇，同樣係壁虎入屋，有時停在大門玄關，有時爬在客廳財位，有時滯留廚房、睡房、陽台、洗手間，唔同停留位置，對應嘅運勢轉機重點亦都唔一樣。我結合香港常見屋企格局，順住空間由入門到內廳，逐一拆解，唔使分點，跟住屋企動線自然講落。首先係大門玄關位置，大門係全屋納氣總入口，外界所有財氣、貴人氣、福氣全部透過大門流入屋內。壁虎停在玄關，牆身、門框、鞋櫃邊，代表外部即將有新機遇、新貴人登門。打工嘅會有新公司、新客戶透過電話或者上門聯絡，提供更好機會。做生意嘅會有全新客源，合作伙伴主動尋求合作，仲會有遠方親友返港探訪，帶來有利於屋企嘅消息同資助。呢段時間千祈唔好關閉門窗，長期不透風，每日定時開門通風，迎接外界流入嘅貴氣財氣。跟住就係客廳斜對角明財位位置，呢個位置之前同大家講過，係全屋聚財核心。壁虎停留於財位牆角矮櫃旁邊，就係最上等嘅吉兆，代表屋企財富完全打開，短期內正財、舊債、橫財三管齊下，積蓄可以明顯累積。呢段時間千祈唔好再往財位堆雜物，每日簡單擦拭乾淨，保持空間光亮通透，搭配一盞暖光小燈，放大聚財效果。緊接係廚房區域，廚房為灶位，主一家衣食六全，對應長遠穩定，收入同生活富足。壁虎停在灶台、米缸、廚房窗台，代表衣食無憂。近排唔會出現斷開收入來源、生活拮據嘅情況。做生意、做飲食嘅朋友更加有利，食材浪費減少，營業額穩步上升，屋企唔會隨意出現大筆生活開支消耗積蓄。再講睡房空間，睡房係人每日休養陰陽交匯之地，對應感情、身心狀態同個人底蘊。壁虎入睡房，停在床側、窗台、衣櫃邊，已婚夫婦代表感情和睦，減少金錢、生活瑣事爭執。單身人士會遇到性格溫和、條件合適嘅緣分，自身情緒、睡眠質量持續改善，內心少焦慮多安穩，個人氣場提升，做事更有定力，把握機會。陽台位置屬於全屋納外氣，儲藏雜物區域，壁虎滯留陽台牆身、花盤旁，代表屋企外部阻礙逐步清除，之前卡住事業生意嘅各種外部問題會自動化解，仲有機會透過戶外網上渠道獲得額外收入。洗手間屬於全屋濁氣排出位置，濕氣重、陰氣偏重，壁虎偶爾入洗手間停留，唔代表空巢，
只係察覺洗手間濁氣淤塞，登門幫助驅散蟲類濁殺。呢段時間記得每日開抽濕機，保持洗手間門常關，及時清理地面積水，減少陰濁氣場堆積。唔同區域對應嘅運勢則仲各有分別，但無論壁虎停在哪一個屋企角落，整體都屬於正向氣場信號，只需要對應區域做好清潔通風，順勢承接吉氣即可，完全唔需要驚慌驅趕。講完唔同位置對應嘅運勢信號，就要重點講街坊最容易踩、損福氣最嚴重嘅各種錯誤處理方式。每一種行為都會直接沖散壁虎帶來嘅吉氣，輕則即將到來嘅好事延遲半年以上，重則直接完全消散，仲會誘發各種細碎厄運。首先係千祈唔好拿掃把、木棍、拖鞋大力追打驅趕壁虎，追趕過程會製造大量戾氣同雜亂動氣，沖散全屋剛剛匯聚嘅平和陽氣。大力揮打嘅動作等同主動驅走手工靈獸，將專程登門化解災厄、招財旺貴嘅靈氣推走。好多人見到壁虎爬動就驚慌，不停追住牆面揮掃把，追到壁虎轉入縫隙先肯罷休。事後短短一兩個月就會遇到扣人工、生意淡靜、親友借錢唔還、夫妻爭執不斷，各種麻煩，全部都係沖散吉氣帶來嘅後果。其次，絕對唔可以使用殺蟲噴霧、蟑螂藥、毒嘢，直接對準壁虎噴射，藥劑毒性會直接傷害甚至殺死壁虎。民俗裏面講，主動傷害、殺死登門戶宅嘅守宮，等同親手損自家累積多年嘅福報，靈獸帶來嘅避禍效果會完全抵消，原本可以抵擋嘅是非、意外、財運虧損，全部如期到來。仲會令屋企空間殘留、藥劑濁氣、加重陰氣淤塞，影響家人呼吸道健康。有好多街坊覺得只係一隻細小爬蟲，殺死唔會有任何影響，忽略萬物有靈嘅風水底蘊。後續連續幾個月諸事不順，先意識到當初做法有問題，但損耗嘅福氣已經難以補回。第三個禁忌就係為咗防止壁虎再次入屋，用玻璃膠、水泥將全屋所有牆縫、門窗縫、櫃底空隙全部封死。壁虎需要細小縫隙作為臨時藏身休息之地，全部封閉，等同切斷壁虎停留棲息嘅空間，逼佢離開居所，主動送走守護靈獸。正確做法只需要封閉睡房、廚房大條縫隙，保留外牆、客廳細微縫隙，俾壁虎有地方休息，先可以長久留低鎮宅化煞。第四種容易忽略嘅錯誤就係見到壁虎之後即刻大吵大鬧、驚呼尖叫，負面恐懼嘅情緒會瞬間製造厚重戾氣，中和壁虎帶來嘅陽吉靈氣。就算唔驅趕、唔傷害，過度恐慌嘅負面磁場都會削弱大半旺運效果。正確心態應該係冷靜淡定，唔大聲喧嘩，唔製造劇烈動靜，避免擾亂屋企平和氣場。仲有一類街坊會長期用大量刺激性驅蟲物品，全屋擺滿樟腦丸、驅蟲藥包、濃烈驅蟲噴霧，刺鼻氣味會迫使壁虎離開，同時藥味濁氣長年累月淤塞屋企財氣通道，令積蓄依舊難以累積。以上呢幾種處理方式係香港90%街坊見到壁虎第一時間會做出嘅行為，每一種都會損耗家宅福氣，一定要刻記在心。下次再見到壁虎，千祈唔好重複踩中呢啲禁忌。好多街坊會講明白壁虎係吉祥靈獸，唔應該傷害，但自身天生細膽，見到爬蟲類生物會控制唔到驚慌，實在冇辦法同壁虎共處，唔想驅趕傷害佢，又唔想長期見到牆面有壁虎出沒。呢度我結合香港細單位居住環境，分享幾種完全唔傷害壁虎、唔沖散吉氣嘅溫和引導方法，順住簡單操作步驟自然講落，唔使分條。聽完即刻返屋企可以執行。最簡單嘅方式就係輕輕打開大門、客廳、窗戶、陽趟門，保持空氣自然流通。
唔主動去打擾壁虎，唔刻意追住觀察，自己暫時行開另一間房間，關閉其他房間門戶，留低通往戶外嘅通道。壁虎天生喜愛戶外自然環境，感知到無人打擾，有暢通出口，一段時間之後會自行爬離屋企。整個過程完全唔會製造戾氣，唔會損耗任何吉氣，屬於最推薦嘅處理方式。若想加速壁虎離開，又唔想使用化學藥劑，可以在壁虎停留位置周圍擺放切開嘅洋葱片、蒜頭瓣。壁虎極度厭惡葱蒜刺激性天然氣味，聞到之後會自動遠離。葱蒜屬於天然食材，唔會產生化學濁氣，沖散屋企財氣。相比殺蟲噴霧安全萬分，仲可以順帶驅散屋內其他蟲類。另一種溫和引導工具就係柔軟掃帚同厚白紙。心態保持平和，唔大聲驚呼，輕輕將白紙置於壁虎下方地面，用掃帚模面輕輕托住壁虎，移到紙張上面，緩緩抬到窗邊，門口戶外輕輕放開，全程動作輕柔唔用力，唔會損傷壁虎軀體，亦唔會製造劇烈動氣沖散吉氣。千祈唔好用掃帚硬鞭大力推撞，避免驚慌之下傷害到壁虎。仲有長遠預防壁虎頻繁入屋嘅方法，唔需要封死所有縫隙，重點改善屋企容易吸引壁虎登門嘅環境根源。壁虎入屋核心原因就係屋內蚊蟲潮濕積水，每日定時清理廚房殘餘食物，垃圾桶即日打包丟棄，洗手間、廚房、地面擦乾積水，梅雨季節長期開抽濕機，維持全屋乾爽，減少蟲類滋生，自然唔會持續吸引壁虎入屋。同時每星期一次全面清潔各個角落雜物，唔好讓舊衫、紙皮、廢置家私堆積，疏通全屋財氣同陽氣。就算少有壁虎登門，亦都只係偶爾傳遞吉兆，唔會長期滯留，令細膽街坊不安。呢幾種溫和處理同長遠調整環境嘅方法，平衡咗想接住吉氣同驚慌害怕兩種需求，唔需要犧牲家宅福氣，又可以減少後續壁虎頻繁出沒嘅情況，適合各種性格、各種居住單位嘅街坊參照使用。我幾十年落區睇宅，見過無數因為處理壁虎方式唔當，白白錯失旺運機會嘅家庭，亦見過好多心態平和、善待壁虎，隨後家宅各方面順風順水嘅真實案例。早年西環一間舊唐樓獨立單位，戶主係自由撰稿人，收入忽高忽低，有時連續幾個月冇稿件收入，屋企開支捉襟見肘，一晚寫稿到深夜，見到窗台有一隻壁虎靜靜停留。佢本身細膩，但記得長輩講唔好傷害靈獸，於是打開窗戶，自己行開客廳等候。半個鐘頭之後，壁虎自行爬出去。佢順勢第二日徹底清理客廳財位堆積多年嘅雜物，每日定時開窗通風，調整屋企陰陽氣場。不出一個月，收到幾間出版社邀約長期供稿，稿費穩定上升，仲收到多年前雜誌拖欠嘅稿費。之後每一年春夏時節，偶爾有壁虎登門，佢都堅持溫和引導離開，從唔追打噴藥，持續幾年落來，稿件收入逐年增長，順利儲夠首期，置換面積更大嘅私樓單位。仲有元朗村屋一戶務農夫婦，常年靠批發農作物為生，客源零散，價格被壓得好低。廚房灶台位置突然出現壁虎，兩夫婦唔驚唔趕，任由壁虎停留2晚，期間每日保持廚房乾淨無殘留蔬果廢料。第3日壁虎自行離開，隨後連續幾個大型批發商主動上門洽談長期合作，收購價提升1截，每年農作物銷售利潤翻1倍，屋企細路讀書成績亦穩步進步，小病小痛極少。呢一類真實發生身邊人身上嘅個案，並非單純巧合，背後係靈獸登門帶來嘅氣場轉機，搭配居住者順勢調整屋企環境，維持平和心態，雙重作用之下，先會出現運勢全面向好嘅變化。好多人只將一切好運歸功於自身努力，
忽略壁虎登門帶來嘅氣場提醒。實際萬物之間磁場互相牽引，環境、靈獸、人嘅情緒運勢從來密不可分。風水從來唔係虛無縹緲嘅迷信，只係古人透過觀察萬物靈性總結出嘅人居相處智慧。壁虎作為能夠感知空間陰陽氣息嘅小靈獸，突然登門就係大自然遞俾我哋嘅氣場提示。懂得讀懂提示，善待靈獸，調整家居，自然能夠接住隨之到來嘅招財旺季、避禍穩健康各種好事。